咁我哋開始同呢個 SU7 進行一個快速開箱之旅。入邊有主機、語音遙控、電源線、HDMI 線同埋說明書。咁喺講之前呢，都出一出個免責聲明先。呢條片係純粹介紹同埋分享嘅啫，係唔會教大家去裝 Apps 嘅，以免啲執法之徒有機可乘下。咁呢個係紫米 SU7 嘅正面外觀，佢個對角呢係做咗個切角嘅 design 嘅，正前方係有個 LED 嘅數字顯示板。設定好咗隻盒子之後，佢係會根據翻你個網絡而調整翻個時間嘅。側邊呢係有兩組 USB 2.0 嘅插口，同埋一個 SD 卡嘅卡槽。盒子嘅後方有一個 3.5mm 嘅音源線插口、光纖、LAN 線、HDMI 插頭同埋電源接駁頭。跟住落嚟呢，我哋就及一及佢嗰個規格配置先。CPU 方面係用緊 Allwinner 嘅 H618， 咁佢最高支援 8K 24fps 同埋 4K 嘅25fps。記憶體方面就用緊呢個4GB RAM， 而容量呢佢就行緊 32GB， 咁都足夠應付一般 Apps 嘅安裝嘅。System 方面佢就用緊呢個 Android 12，而 WiFi 呢佢就行緊 2.4G 同埋呢個 5G 嘅。到最後藍牙就用緊呢個 5.1 嘅 version。 好，進入主題。咁因為時間關係呢，基本上我都裝晒所有嘢噶啦。至於其他無關痛癢嘅 Apps 呢，我都唔嘥時間去逐一介紹啦。咁我哋最緊要都係要留意呢一個嘅啫。入到嚟主畫面，咁呢度所有嘢都已經係分類好晒噶啦，清清楚楚，一目了然。應該有嘅全部都有，唔應該有嘅轉頭先講。跟住就嚟講下直播方面，呢隻紫米 SU7 個反應速度嗰方面呢，真係十分之快脆。咁一撳遙控嘅 OK 掣，咁佢就會出咗個 menu 出嚟嘅。咁個 menu 入邊呢，就有齊晒咁多個國家嘅電視台，正常亞洲、美洲、東南亞國家嘅主流電視台呢，佢都一應俱全嘅。如果你想問有啲咩台睇到，有啲咩台睇唔到，咁就真係可能需要你買一隻翻嚟自己試下啦。跟住落嚟就講一講節目回看呢一 part。咁個回看呢係收埋喺直播欄下面嘅。咁回看呢個部分呢，暫時得馬來西亞、香港、台灣同埋大陸呢4個地方可以俾你睇到嘅啫。中間位置係你可以選擇嘅電視台，而回看只能夠睇到7日內嘅內容。如果你係想睇翻更早之前嘅節目，咁你就可能需要去到電視劇或者係綜藝嗰一 part 嗰度揾啦。但係就唔好諗住揾到啲亞視台慶啊、今日睇真啲啊呢啲古古怪怪嘢啦。有啲咁嘅嗜好啊，咁大個仔未聽過。去到電影呢一個部分啊，咁佢都分類好晒唔同題材嘅電影俾你，中西日韓嘅戲佢都有，但係我就唔方便撳入去或者講俾大家知有啲咩嘢睇。如果真係好想知道入邊有啲咩睇嘅話呢，好簡單嘅啫，買一隻支持下，攞翻屋企試下啦。跟住落嚟呢，就講下電影呢一個部分啦。你會見到每一出戲嘅右上角呢，都有啲格仔顯示嘅，有藍光、有字幕、有音頻，亦都有 Dolby。咁係代表套戲有唔同嘅 version、聲音、字幕俾你去選擇嘅。跟住落嚟呢，就去到好多人都關心嘅體育節目部分啦。基本上咩台都有 F1 啊、Snooker、Golf、NBA 或者足球，全部都有嘅。好多人都會執着喺有冇 delay 呢一個情況出現嘅。咁其實好老實咁講，只要你唔喺現場 ，delay 係一定會有嘅。倘若你真係好介意 delay 呢一個問題，你可以嘗試使用 Sky Steam 或者 Now Sport， 不過費用就相對嚟講係比較昂貴嘅。Please no no no。跟住落嚟呢，係介紹下另類嘅體育節目啦。咁呢個 Apps 呢，就係右手邊嘅櫻桃影視，影片嘅下方我都會打埋輸入碼出嚟。
而呢個 Apps 嘅內容呢，我都係唔會顯示出嚟嘅，以免俾人話我散播色情內容。有需要嘅請自行研究。咁紫米 SU7 另一個最大嘅賣點呢，就係佢係支援手提電話或者係平板電腦去收睇嘅。喺主畫面嘅頂層選擇尾二嘅 Kimi Phone， 撳入去掃描個 QR code 下載就 OK 啦。無論你係去咗旅行或者喺海外定居，只要有部上到網嘅手提電話或者平板電腦，咁就隨時可以收睇你想睇嘅電影或者電視節目啦。另外都要提一提大家，呢類產品係唔可以拎返上去大陸，亦都禁止喺公眾場合使用，更加唔好亂咁下載第三方嘅應用，因為後台由 AI 控制，有機會觸發 AI 嘅保護機制，而導致鎖機，甚至乎觸犯法律嘅問題。試想一下，當你喺屋企悠哉悠哉咁樣偷睇國家機密嘅時候，突然間有人拍門，咁就最後尾嚟返個終極彩蛋啦。睇咗我條片咁耐，好似嚟我啲好重要嘅嘢冇講喎。係有嘅，時間 delay 呢，測試過大概2分鐘左右。點樣錯出嚟呢？你就要上返官方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睇返啦。